另外，咱也为着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来祈祷，求上帝使用正当工，成做伊的器具，互咱的礼拜当真顺利来进行。另外，咱也继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保守看顾。特别是咱教会中间有体，有失丧亲人，也有可能有人忧伤失志，或者是身体病痛，咱特别为着这遗体来祈祷。最后咱也特别为着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上帝保守看顾，咱出声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伫你的面前，拢伫咧安静。阮当伫你的看顾下面，得到完全。主啊，阮感谢你，搁一遍引带我保守看顾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今日的礼拜，互阮会当甲你相亲近。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也互阮今早去服侍正当工，会当充满对你遐来开力甲智慧。带领整个礼拜过程中间，求主你帮助，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阮教会所有集体拢伫着你的看顾。以上的求你亲自赐福保守，感谢主。像阮的国家台湾，完全仰望交代伫你的手中，你赐福保守看顾，充满稳定。是阮听通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圣殿，就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相亲近。主，阮明白阮真实是软弱的罪人，阮需要倚靠你，求主帮助阮。阮用敬虔的心，用安静的灵来服侍敬拜你。透过今日的敬拜，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透放阮，互阮得到更新改变的开力。阮特别将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求你真理的神，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中间，运行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互阮会当晓得用谦卑敬虔的心。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亲自兴起教会属灵领袖，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各项的事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是阮的主啊，阮特别恳求你看顾阮心爱的国家台湾，求你将真实的平安、你的仁爱、你的公义。遍行伫阮的社会中间，互台湾哪来合你的心意？阮特别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现主时也阁面临伫武汉肺炎影响的真济国家，求主你伫这过程中间掌管，也好互阮学习顺服的心。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第一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荣光，笑念伊的殿。请咱起立来吟信诗，阿罗上帝，信诗第63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永远至圣的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光眷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会专心虔诚敬拜。阮的祈祷会得到你的应允，求你赏赐恩典，互见那谦卑过卑微的人、送香的人，全能的上帝。你时常示露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向你的人。恳求你伫逐项忧伤痛悔人的心内，诚侪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一切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洗清阮良心上的罪恶，永远保守阮，互阮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你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欢喜时常跟对你，服侍你，哪服侍哪甘甜。主爱天父，你是全世界盼望，恳求你看顾总所受造的怜悯阮。伫即个病毒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伫全世界已经100万人失去性命，家庭的破碎，经济萧条。人民心中的不安，求主你掌权伫这黑暗的世代，显明主你的大权能，赏赐智慧予医疗的团队，对疫苗有真好的发展，会当医治所有你所疼的百姓。感谢主，疼惜台湾这块土地，也疼惜台湾伫遮徛起的百姓。虽然阮知疫情目前咱做了真好，毋过阮若是袂到会当放松。因为即个病毒一直伫变化，求主你爱互阮谨慎的心。虽然阮知戴喙安互咱真无方便，毋过这是对咱家己，也是对别人一个真好的责任，互相的尊重。咱台湾就是因为咱拢有戴喙安，所以咱的疫情咱会当控制较真好。
爱定定洗手，注意卫生。咱来预防第二摆的感染，愿上帝眷顾保守一切平安。今仔日也是咱宣教的主日，阮也为着所有的传教者，无论伫倒路，做因所做的，愿上帝成就因纪念因的服侍。早期有侪侪传道师来到台湾，将这福音报互咱知，也互咱会当享受这个福气，成做上帝你的囝儿。求主使用成年教会会当成做宣教的教会，对伫国内也是国外有侪宣教事工，鼓励咱兄弟会当斗阵来参与支持，会当家己亲身去服侍，无共款的体会，对伫咱的灵命嘛真好的无共款的造就。主，阮也为着集体来献上祈祷，阮也知阮有真侪亲人失去亲人，主啊，求你安慰遗族。刺激因的目屎，互因的心会当时时甲上帝你同在。主感谢俄罗你，感谢主你使用阮。阮的祈祷无够呀，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今咱来交托启应文第10篇，伫圣诗后壁第14页。我捌吞吞听候耶和华，伊对窗囝的含起，对途中牵起我。伊予我的喙唱新的歌，侪侪人要看去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伊去偏远虚假的人。耶和华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袂当对你排列。祭司甲礼物你拢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了。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叹。请咱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29首，至关主，我爱感谢，请咱起立来吟。
遮济赞美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伊要用的诗是欢喜学罗的呼调。感谢圣歌队用遐尼水的声来学罗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予咱的爸上帝。请咱来交托圣经记载伫《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9节，现代中文译本207页，台语汉语本191页。23节。
迄时我恳求上主，至悬的上主啊！我知影向我显示的不过是你伟大奇妙作为的开始。天地间无其他的神明会当做你所做的大事。上主啊，求你准我过约旦河，去看迄边肥沃的土地、壮丽的山区，甲黎巴嫩山。但是对伫恁的缘故，上主我发生气，毋听我的祈求，伊对我讲：够啊够啊，莫阁提起即件事。你上比利斯甲山顶去，对遐远远来看东南西北四方，你要详细观看，因为你袂当渡过约旦河。你爱指导约书亚，坚定伊的心志，互伊勇敢，因为伊要带领人民渡过河，占领你所看见的土地。直到咱就留伫别比哩对面的山谷以上。这是咱要传播所要带领咱的，要互咱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33，摩西11，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摩西的故事。前几天有人来甲我开讲，开讲到一半，伊突然间问我讲：“牧师，你摩西讲遐济讲，已经伫要3个月啊，到底摩西当时才会死？咱今日就要开始讲伊的死亡，但是因为伊是伟大的人物，袂当遐尼简单的死，所以咱分几讲来分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领受祝福。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备办好敬虔的心，阮有智慧去思想你的话，也求你伫这信息中间亲自对阮讲话，感动阮的心，也享受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恳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每一人拢有死，圣经中间的人物嘛相共，无例外。除了少数几位，那亲像创世纪所记载以诺。甲以利亚，列王记所记载先知以利亚，其他的人，无论我受上帝重用，拢难免爱面对死亡。以诺甲以利亚是上帝亲自来接走，那其他的人拢爱面对死亡。但是咱今日所看的这个摩西的死，非常特别，非常罕得看见。圣经安尼记载讲，摩西死的时阵120岁，有缘强壮健康，视力真好，表示讲伊也未衰退所以伊可能毋是因为破病，也是讲自然的原因死亡。伊是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时间，照着上帝所指定的地点来结束伊的生命。咱若详细来看摩西的死。是记载伫《申命记》的34章第1节到第8节。圣经安尼记载讲，上帝罗卜摩西死伫摩押地，拄亲像上帝所讲的，上帝将伊埋伫伯比尼城的对面的摩押山谷，一直到今仔日，无人知影伊埋葬的所在。所以今仔日无人知影摩西会墓伫倒位，伊埋葬伫倒位这咱后礼拜咱会来说明这为什么会安尼啦咱今仔日要来看摩西伫要死之前要离开这个世间之前，伊对上帝求一件代志。但是咱来看伊真诚心对上帝恳求，但是上帝介绍无照伊的心意来予伊咱来看这段经文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9节。伫圣经中间，咱看到摩西时常咧替别人恳求，
然后伊替别人困求，上帝拢照安尼去做，吼，拢有照伊困求的去做。真少为着家己求，但是吼，伊伫伊要死之前，伊求即件代志，伊求啥物货？伊为着家己会当进入迄个迦南美地来对上帝恳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迄个时阵我恳求上帝，至高的上主啊，我知影你向我显现的，不过是你伟大奇妙作为的开始。天地之间无任何生命会当做你所做的大事。意思是讲，上帝若要应允吼，即件代志上帝一定会答应。伊讲主啊，求你准我会当过约旦河，去到迄个肥的土地、水的山谷、山区，甲黎巴嫩山。伊对上帝恳求即件代志，互伊会当过这约旦河，去看迄个上帝应允的迦南美地。结果安那，上帝安那无答应。咱看到圣经讲，因为恁的缘故，就是讲因为即群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上帝对伊生气，无听伊的祈求，伊对我讲：够啊，毋通阁我提即件代志。倒来伊讲过，无要互你入去，就无要互你入去。你安那求了无路用。所以咱看到遮吼，咱来小看卖，摩西时代真毋搭对无？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就是安那，要入迄个应允的地嘛。结果伊开40年的时间，接受上帝的呼召，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结果到落尾，伊家己即个心内即个愿望，竟然上帝嘛无应允。所以我才有一个题目叫做“抱憾而终”啊，心内有遗憾，来死亡。摩西为什么袂当入迦南地？咱要分两个层次来讲，咱的迄个周报内底大纲，小我写毋对，咱来调整一下吼。咱分两个层次来看，为什么伊袂当入即个迦南地？第一个就是讲，咱来理解就是讲，圣经是一本属灵的册，所以内底拢有迄个属灵的意涵嘛，属灵的意思。意思讲，圣经是记录上帝救恩的一本经典，所以真济所在拢有甲上帝即个救恩有象征性的关系。所以伫遮咱看见着摩西是啥物款的代表？咱圣经中讲到摩西，就是咧讲律法嘛。今仔日摩西要求要入去应允的地，上帝不准，是表示安那？表示讲，靠着律法，你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应允呐。只有靠着啥？靠着约书亚嘛。约书亚是啥物意思？约书亚是上帝是拯救的意思。伊若来翻译做希腊文，就是耶稣啦。只有靠着耶稣，才会当得到上帝应允的迄个真实的稳定。所以伫遮有一个属灵的意涵，靠着律法，咱无法度得到上帝应允的稳定，只有倚靠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所以伫新约时代，咱看保罗的所写的批信，拢咧来讲这，靠你家己的拍拼，靠你守律法，你都无法度得到上帝应允的迄个救恩嘛。只有倚靠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稳定。这是圣经的属灵的意涵。但是咱嘛是还阁有疑问。虽然讲摩西袂当进入迦南地有伊属灵意义，但是伊是为着啥物缘故被上帝禁止进入迦南？咱来看，其实圣经有记载这段，咱详细来看，这段记载叫做加低斯事件。加低斯是一个所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所在，叫做加低斯，伫遐执命。但是伫遐无水啦，所以百姓因就组织到摩西甲亚伦遐开始埋怨因啦，讲你若我对埃及带出来，阮伫埃及原本是虽然是做人的路在，但是至少有食有啉，来到即个所在，啥物拢无，无啥物无花果树啊，无葡萄啊，无这食物互阮食物，甚至连水嘛无通啉，所以就开始埋怨啦，摩西面对这群这乌合之众真正真生气这时阵上帝就对摩西讲：你起来约柜头前迄个管仔摕来你甲亚伦要集合这全体的会众，然后
遐有一个石盘吼，恁徛伫迄个石盘面前，对这石盘讲话，水就对这石盘冲出来。安尼你就当互人民甲精神吼，啉即个对石盘冲出来即个水。但是这时阵吼，摩西真生气啊，所以组织这百姓搁伫遐吵吵闹闹，所以就真生气吼。圣经记载讲，伊就对这人讲：恁这叛徒听咧吼，那我应该叫石盘流出来水，互你啉嘛吼。所以就真生气，摕一支拐吼，讲这石盘讲2个啊。叫水就冲出来，但是这件代志吼，上帝真无欢喜，上帝真无欢喜。上帝责备摩西甲亚伦，讲因为恁伫以色列人面前无够野的信心，承认我神圣的大能，照这段记载上帝是叫用讲的就好啦，你伫石盘面前用讲的就好，结果安那？伊阁用这管讲2个，表示伊对上帝无够野的信心，去承认上帝神圣的大能，所以你袂当带因进入我所应允所享受的土地。所以圣经记载就是安尼啦，因为摩西安那犯了2个错误：第一，无够野的信心；第二安那无尊主做大；第9，伊无法度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诗篇106篇32节到33节安尼讲，因伫米利巴水就是这个所在甲历史这个所在，互耶和华生气，甚至摩西也受到亏损，是因为因惹动伊的灵。摩西用嘴讲了急舌的话，所以摩西直接生气，地到伊无法度进入迦南地。但是咱咧想讲对咱今仔日看讲，这可能是件小可代志，摩西安尼付出40冬，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煞失去这个机会，咱嘛感觉真唔甘了。而且上帝看个真残忍的，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伊个带伊去一个山顶伫比斯加山顶对无？叫伊东人西北安尼拢看一遍，讲遐就是迦南地，你有看到对无？但是你袂当入去。互伊看会到，食袂到啦。伊讲，你迄交代约书亚，来训练伊，帮助伊，互伊勇敢，伊会带以色列人过去。但是你袂当入去。有时阵咱是来想袂通摩西所犯的这错误，敢真需要上帝安尼对伊吗？如果你若是摩西，你会感觉安怎？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做？伊军队上帝。服侍上帝40冬，今仔因为这件代志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咱毋知上帝意思是安怎。但是牧师想一段时间了我想到几个理由啦，想到3个理由，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咱若对一个无同款的角度去看咱比较会当接受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安尼安排，其实有几个真重要的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咱爱理解，就是讲，摩西无进入迦南地看起来是真遗憾啊。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上帝互伊休困的。咱知影，伊后半生已经为着以色列人即群上上埋怨的乌合之众，费尽心力。如果伊佫带领以色列人过即个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虽然是去承接迦南美地，但是安那爱征战呢？已经120岁啊，所以上帝互伊休困嘛，互伊休困因为伊若搁入去爱搁继续征战伊若无战死嘛有即群人去死所以上帝互伊休困，互伊安息因为即件代志对一个120岁的老大人来讲。确实是一个重担，所以咱来理解，上帝互伊交付，将这个互伊交接互约书亚，这个代志交接互约书亚，互伊本身会当得到安息。所以咱来理解就讲其实伫咱的信仰来看人的死亡毋是一件绝对的歹代志。当然，如果你若无得到永远活的愿望。死就毋是好代志，因为咱必须要面对审判。
但是如果你已经得到永远活确定的证据，死亡反倒当是一个永远活的开始。所以上帝无让摩西进入迦南地继续征战，对摩西来讲，检采是一件好事啦。这是咱来理解。第二项，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看见着其实摩西进入迦南地去承受迄个迦南美地，其实袂通赢过伊伫40当中间，甲上帝3当行的美好。上帝伫旷野，摩西伫旷野40当，时时甲上帝同行。我感觉这就是上界大的稳定。虽然伫旷野有真侪挑战、真侪困难，但是摩西时时刻刻是甲上帝同行。这种经验已经赢过去承受迦南地的产业。咱来理解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这是诗篇16篇的第5节，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业。这段经文是大卫所写，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伫亚弗的旷野，伊伫遐咧迷的时阵伊所写。迄个时阵，咱来理解，伊所有的产业拢被扫罗王没收，连家己的某米甲，扫罗王嘛拢用送互别人。伊家己一无所有啊，伊连点仔产业嘛无。就是即个时阵，伊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业。过去大卫可能有牛有羊，这是伊的产业。伊可能住伫中殿内底，有家己的厝体，这是伊的产业。土地是伊的产业，萝卜是伊的产业，伊的钱运是伊的产业。但是即马所有的物件拢无啊，伊才真正明白一件代志。伊的产业全部拢是伫上帝遮，有上帝甲伊同在，才是伊真正袂失落的产业。咱看见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了，每一族拢有分配土地，只有利未之族，什么产业嘛无。但是上帝来讲，我就是恁的产业，我甲恁三甲地地，这是上界美好的产业。所以咱来明白，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产业，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圣经中间安尼讲，以色列人中从来无亲像摩西这款的先知，上帝捌面对面对伊讲话，这是伊生命中间上界大一个稳定，上界大一个福气。伊已经得到这至宝贵的，这宝贵其实是超越过伫迦南地要去承受的产业。所以我相信伊无遗憾啊，伊一生中间无遗憾。而且咱若详细来看，摩西敢真正无产业，伊伫地面上可能无产业，但是咱来理解，伊伫天顶的确有产业。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甲咱讲地面上的产业是暂时的，有一天咱拢爱放杀，咱拢爱放手啦。咱无法度将伊带去天顶啦。天顶的产业则是永久的，这是真实的。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以及第7节这安尼讲这是彼得前书的作者写的愿恶乐归伫咱主耶稣基督爸的上帝，伊捌照家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互咱得到定条生，互咱有活泼的愿望，会当得到迄个袂当朽坏、袂当拍拉残、袂当衰残，为着恁存留伫天顶的基业。第7节讲，互恁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迄个被火试验犹原会歹的金更加宝贵，会当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恶乐、荣耀甲尊贵。我需要对这段经文来甲大家做伙思考伫天顶迄个基业有3种真重要的特质。第一，这个伫天顶的基业伫天顶的产业是安怎？是一个永远的愿望，永远的愿望。意思讲，伊是一个活泼的愿望，是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顶头生，一个永远的愿望。这是咱一定爱理解。
咱的产业就是，咱爱知，咱地面上吼，咱的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对无？啊，每一项拢爱面对。但是上帝所收束咱这个产业吼，是安那？是会当延续这个，人肉体的死亡毋是一个结束，是会当继续延续落去。伊是一个永远的愿望，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平安甲喜乐的愿望。我捌听过一个姊妹的分享吼，这姊妹吼，伊咧分享，伊讲伊甲老爸吼，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啊，因为伊甲老爸吼，安尼相依为命吼，两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这老爸渐渐年老，年纪渐渐大吼。身躯都有真侪病痛，啊，有一届破病真严重吼，伊来送去病院吼，啊，伊真烦恼，伊讲哇，老爸破病遮尔沉重吼，啊，伊心中嘛真挣扎吼，伊祈祷中间，伊求上帝讲，主啊，你敢会当吼，留我的老爸的性命吼，啊，互伊会当甲我吼，搁较久淡薄啊，搁斗阵搁较久淡薄啊。但是伊个老爸破病实在是破甲真严重吼。啊，有一天伊伫咧灵修的过程中间，伊有一个感觉，伊感觉上帝咧对伊讲话。上帝问伊一个问题，讲：你感觉吼，你个老爸甲你斗阵较好，还是甲我斗阵较好？啊，这个姊妹吼，伊听了这个问题了吼，伊较真心了解讲，其实吼，人的生命总是有一天来结束。但是一个有愿望的生命，迄个肉体的生命，毋是完全的结束，是去到上帝遐，有上帝甲咱斗阵，是享受迄个永远安息的快乐。所以吼，伊毋通遐尼自私啊，硬要将老爸留伫伊身躯边。其实老爸去到上帝遐吼，是更较好。所以伊着学习顺服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个有永远愿望的信徒，心中是面对死亡是充满平安的。这点咱一定要理解。咱伫天顶的基业，都是一个永远活的愿望，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咱伫天顶的产业吼，是永远伫地的基业。圣经中间用三项代志吼，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基业。第一，就是伊袂朽坏。袂朽坏吼，除了这个袂朽烂的意思以外吼，嘛指吼袂当互别人夺取啦。因为咱来理解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真侪战争嘛吼，今仔日有真侪牛羊，啊若烧战的时阵，对敌一攻来，你所有的牛甲羊拢去互抢了，这产业都无去啊。你可能原本都有一块土地，但是对敌一攻来。土地去用占领，你所有拢无去啊！这就是会朽坏。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吼，是无任何对敌会当将咱对上帝恩典中间抢走的，是袂朽坏。耶稣嘛安尼讲，讲毋通为着家己积住财宝伫地面上，地面上的财宝是安那？虫会来咬，会朽坏，会有贼来偷。啊，积住你的财宝伫天顶。天顶的财宝吼，是一切拢袂当朽坏，虫袂来咬，吼嘛袂烧坏，嘛无贼来偷。这是咱天顶基业的一个真重要的特质。第二项是袂拍垃圾去，有的物件拍垃圾去就无路用啊。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是袂拍垃圾去的，这种产业是袂受污染的，是永远清气的。第三。是袂衰残，咱今日所保存的物件，大多数拢会衰残，你看到一个芳花真水，无几工伊就凋谢。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永远袂衰残，所以袂朽坏、袂拍垃圾、袂衰残，这是咱伫天顶的基业一个特质，是永远伫地。咱都爱用咱有限的生命去换出这个永远袂变化的产业。最后一项，这个伫天顶的基业是永远荣耀的基业。亲像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第7节中间所讲，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咱要得到懊恼、荣耀甲尊贵。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吼，咱今仔比摩西更较好运，因为上帝大人面借着耶稣基督对世人忠告我，互咱得着顶头生，互咱有活泼的愿望，所以咱来把握这巨大的福分，来接受耶稣基督，才会当得到这个属天的产业。而且，个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当咱接受到这个永远属天的基业的时阵，咱就爱来参与。咱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宣告纪念主日，就是讲，其实咱基督徒用咱的文字、咱的才能、咱的金钱、咱的时间，投入宣告中间，特别是上帝国的宣告，这是上较有意义的，就是积住财宝伫天灵。你今日为着咱的宣告事工来祈祷、来奉献，咱就是积住咱的财宝伫天灵，这是值得咱去投资永远的事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做伙为着咱教会宣告事工来祈祷。而且上介好，就是你本身就成做一个宣告的器具，用咱的生命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吟信息回应上帝听。信息第296首，耶稣召我来行天路，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请咱若是头一摆来常年教会，还袂伫外口填写留名单的来宾，请咱伫咱座位前有咱的留名卡，请咱填写好，交予咱收奉的执事，互阮会当来代表常年教会来欢迎你。赏赐万汉面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真清用。我免用淡薄的金钱、时间、专营来回应你的疼，求你感纳阮所献，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来报告，请咱先开旧部的第4页。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宣告主日，特别呼吁兄姐共同关心各项教会宣告事工，特别是暑期青少年的团宣队活动。并用祈祷、奉献甲行动来支持。第2点，本会上年大学周欣欣主任伫咱6月30日要结束4年来伫咱本会服侍，前往加拿大，满心感谢伊的侍奉，愿上帝赐予因全家未来的道路。
伫7月初1开始，由曾淑仪担任代理主任，愿上帝祝福所有长者伫本会上年大学的学习甲生活。遗体关怀，本会会友黄永琪、郑桂梅夫妇的后生黄燕杰兄弟，伫6月12日安歇主怀，定伫7月初4，本礼拜六上午7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善礼厅举行火化纪念礼拜。下晡1点半，伫咱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祈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我则阁有2位的补充报告。本会会友于云霞姐妹，也是于石春的太太，伫6月23安歇主怀，定伫7月18拜六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日月告别礼拜。愿兄弟关心甲祈祷，愿上帝安慰遗族。阁有一位是咱本会的会友辛向华兄弟，也是辛陈玲玲的先生，伫6月27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祈祷，愿上帝安慰遗族。请咱继续掀开伫咱周报的第6页，教社的消息。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伫咱7月21甲24，伫咱教会要举行，内底内容真丰富。请咱若是有小朋友，也是会当来参加，甲咱教会主日学生咱优惠1500块，报名向咱的陈美仙干事来报名，也是咱上网买当报名。本会等一下，吴伯珍委员的消息，请咱看第，伫咱第6页，吴伯珍的委员消息，咱有邀请到网红陈阿华，要来用咱现代青年的立场来分享咱台湾话使用的重要性。欢迎咱各团体客友青年拢会当来参加，时间是7月11拜六上午10点，伫咱礼拜堂，请咱兄弟来致意。煞接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礼拜的兄弟吼，才有几位吼。第一位是这潘元珍甲唐银红，2位哈。银红山教会即马住伫台北哈，欢迎哈。个第2位是郑雅欣小姐，好，伫后壁面哈，欢迎。第3位是这个聂志宏甲李婉萍，后壁哈，是台南盐行教会哈。另外第4位是这简景堂先生，好，欢迎。唔知其他有第一遍甲咱礼拜无介绍到。请这贵宾吼，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会当做进一步介绍甲交代哈。牧师来补充报告。今仔星星应该无来哈。即摆咧休养当中吼，所以咱拄则有看到即个报告吼，就讲伊结束伫遮的服侍吼，所以咱也持续为着伊祈祷吼，也为着上帝的即个逐项事工来祈祷吼。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十分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甲你3千军。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中间
有失的亲人，或者是身体病痛的兄弟，恳求你甲阮三甲地地，亲自扶持安慰，亲自医治遮的兄弟姊妹。上时也兴起所有兄弟会当互相关心，彼此相听。阮特别也将今日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无论去到倒落，主你拢甲因三甲地地，保守看顾因的一切。阮上时也将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起立来吟祝福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直到世间的路尾。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垂恳。